第一屆兒童托育服務法三讀通過，上大目的就是為着要保護囡仔，莫閣有囡仔受到傷害。不過另外一方面，對教保人員來講，上班攏要激紅錄影，就哪像一種監視共款，造成正大的心理壓力。相關的爭議要安怎來規範？今仔日的解剖新聞，咱請萬婷解剖，互咱了解。萬婷，是主播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今仔日的解剖新聞就要帶大家來關心立法院佇咧4月14三讀通過的兒童托育服務法。定這個法當然就是為着要防止各有囡仔去受到苦毒，不離過所以也產生一寡爭議。這個法案主要是針對拄出世至2歲的囡仔所來建立的專法。雖然講原本就有相關的規範，不過因為是分散佇咧不共條的法律，所以即賣就是要來甲整合做伙。頭一項就是增加靈母的違規記點制度，依照這嚴重的程度來記1點至10點。若是這點數超過規定，就會予廢止登記、吊銷執照，甚至是一世人攏袂使閣做靈母。過來，若是對囡仔有虐待、性騷擾或者是起骹動手等等的行為，安尼上重就會罰到60萬，而且會公布行為人的名姓，閣有托育機構的名稱。另外，嘛規定講，這托育機構就要到監視錄影設備，而且這個影像是上無就要保存30天，閣要團起哩縣市政府的網絡系統。若是無照規定辦理，安尼負責人上重是會罰30萬。若是閣無改善，安尼機構就要停止招生、停辦，甚至是廢止營業許可。也其中講到這設監視器的這個部分，就引起侵犯隱私的權益的爭議，囡仔不時就需要換藥珠啊，這燙衫燙開畫面，萬不伊若是流出去，顛倒對囡仔是一種傷害。閣有教保人員的教學，閣有各種動作，是毋是有可能去互誤解，或者是放大檢視？這對因來講，攏袂輸是工課場的監控，這是造成真大的心理壓力。通過兒童托育服務法，對囡仔是一種保護。不過，這相關的爭議是要安怎來規範，才袂互這當敗變作是賴檢，保護正做是傷害。這部分嘛是政府要來思考的問題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聞，咱從鏡頭交轉去予主播。